久没出来了耶。一代女皇武则天。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小 S 你真的是漂亮到完全无法直视前方。好，热舞思想怎么样都可以，因为你最时尚，你是巨星。Hello， 各位媒体朋友们，还有现场的人类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小 S。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喊出这句话了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如果你们看到我真的觉得有吓到，觉得说怎么时隔那么久还是这么漂亮的话，你们大可喊出来，或者是待会呢都直接。是不是很漂亮？是。当然啦，这个问题还要问吗？你们是不是想说出来的会不会是一个有点微肿的欧巴桑？就没想到竟然身材还有肤质好成这样，然后再配他们 APM 的那个整个视频，整个人高级到不行。我女儿算什么？真的，这个巨星高冷淡。今天要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是就是你知道，就是感觉有一种猛虎出闸的感觉，就是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因为他们刚才就说再2分钟活动就开始，然后就在后面想说，这2分钟请问是在等什么？因为就是觉得自己状态实在是太好了，就好想要跟大家见面。最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颓废，就是一直躺着，然后追剧，然后后来渐渐想说不能这样下去，因为确实是有一点身材就是变形了，然后就开始运动，然后就开始练钢琴啊，然后练新舞啊，然后开始渐渐有工作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最近还蛮振奋的。瘦了几公斤？大概有5公斤哦。不只靠练，我饮食非常的节制，因为就是有一阵子有便秘的困扰，然后我就一直查说到底要吃什么才可以顺畅的排便，然后就查到水果，因为我以前是不吃水果的人，然后我现在早餐是2片苹果、2片水梨或者是1片木瓜，然后再搭配1小碗的那个燕麦粥，然后中午大概就吃1颗蛋，然后晚餐就是比较自在的吃，可是也算是比一般人少很多。台湾大 S 就是有网友敲碗说《康熙来了》有望复活，有没有可能？可是蔡康永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哎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没有联络吗？就是他很常播 IG 啊，一些文章。每次他的文章，我觉得很快的会跳过，因为当时说要停掉康熙的人是他，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以他的那种个性，他应该不会说想要再回来主持康熙了，他可能会以别的形式再跟我合作或什么的吧。而且我觉得康熙当时已经有很多观众就是在 complain 说什么内容一直重复啊，就是一大堆意见。等到停了之后，大家才说没有康熙我真的没办法吃饭什么不拉不拉不拉。所以人总是这样，失去才知道珍惜。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去做康熙，大家肯定会说拜托好老套哦，又是那些旧梗。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，就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。